今次睇嘅係一房一廳單位，個廳幾實用，用嚟做居家辦公好啱，而且空間彈性高，點用可以按自己需要慢慢諗。9尺樓底，北向景觀開揚，採光好，整體住落感覺幾舒服。屋主係一手自住，屋內保養企理，入屋第一印象乾淨整齊，屬於可以即刻入住嘅狀態。生活方面，行路就到超市、餐廳同日常商店，之後隔離仲會有 T&T， 買餸會更方便。交通亦算集中，幾分鐘可上 Highway 404同407，附近有 Viva Bus 同 Go Station， 返工返學唔使攀山越嶺。屋苑配套齊全，有健身室、室內泳池、賓客套房等，日常生活幾方便。單位附一個車位，加一個儲物櫃。行完整個單位，我腦入邊浮現嘅唔係數字，而係畫面。返到屋企，開燈，放低袋，坐低嘆一杯茶。地方唔算好大，但每一個位都用得着，生活唔使遷就。附近買餸、食飯、返工都方便。平日忙完一日，返到屋企會覺得輕鬆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啱啱好嘅生活感覺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等更多人睇到。